新闻一开始，先来关心到咱的立法院下部呢，针对着114年度总预算案进行调野协商，有3296案爱讨论。不过这2点钟过去啊，却拢无协商任何一个案件。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因为发言时间伤过长，去互立法院长韩国瑜大动骨路解。这郭建明阁讲要罢免国民党立委，引起在野不满，随冤起来。韩国瑜表示讲，这协商无共识，明仔载会继续。 你太糊涂了！我好要听一个糊涂的人在讲糊涂话。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甲国民党首席副书记长王凤仪吵甲袂煞，立法院长韩国瑜规面无奈，立法院15针对114年度总预算案展开调野协商，有达到3296案，想袂到协商2点钟，连进度一个案拢无讲到。那了因为发言时间起争执，郭建明和韩国瑜几啊摆提起，高组织发言，也毋过郭建明唔插，也阁讲要大罢免国民党立委。 引起王凤仪反击，双方就安尼发生冤家。老子国民党全部罢掉，这些卖国者全部罢掉。院长，对不起，请问一下，大罢免又跟预算什么？你们已经把大罢免放到预算里面，我们知道啊。 你们有很多大罢免都放到预算里面，我不懂啊，请问柯总召，我们现在在谈预算呢，你讲那么久我都没有插嘴，你插什么嘴啊？另外，国民党团决定要保留占南国造预算2亿，冻结18亿。总调卜坤基坚持讲是国防部长郭立雄要求的，也毋过国防部严正驳斥。他只要用2亿，为什么要编个20亿？所以18亿的冻结是这样子来的。但是呢，铺天盖地的这些网军跟侧翼啊。 一直是在攻击我们。顾部长认可潜舰预算冻结18亿元的相关共识的一个内容，并非事实。国防部立场始终未曾改变，即为争取预算全数通过。另外，民众党团提案3度军事设备3趴，和连亚这期是中共在地协力者，不过将部分红抹红，讲马政府到蔡政府10年来拢是3趴至5趴，反抢过去的立委，敢讲拢是共匪。来谈大办。 来谈说要帮韩国瑜办告别演说，来进行人身攻击，来进行抹红，大概整个过程啊就是这样。所有看到整个协商过程，协商过了，各党派都没有共识，让我们去好，小松出征。第二点，因为根本讲好像按时袂可能快了。针对需要协商的案超过3000件，恐惊未赴讨论完。韩国瑜但出10月19加开调野协商，也毋过调野无处理共识，毋过将花下17拜个直接第2流标决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